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再次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同心来敬拜。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关心教会的圣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天是总会定的关怀亚洲纪念主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天是总会定的关怀亚洲纪念主日。今天下午1点，爱家团契邀请铭传大学洛芬美教授来分享。下周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蔡南信牧师将前来本会证道。下周下午1点，爱家团契于礼拜堂举办圣经研习。上周小会接纳蓝城利顺、黄乔颖为本会会员。6月16到17号，本会许牧师、苏娟会长老前往参加总会的通常年会。6月19日，台湾神学院举行毕业典礼，恭喜神学生苏子腾弟兄道硕毕业，并且考上神学硕士班。教育事工部举办生态灵修系列讲座，欢迎兄姐报名参加。参加第1场的兄姐，如有意愿参与招待服事，请到招待桌登记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来赐给我们。我们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的第1页，我们一起来读2次。在周报的第1页，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5章20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上帝。以弗所书5章20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上帝。我们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提醒。现在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让我们有福分成为的儿女，在这里一同敬拜。主啊，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进入你的圣殿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慈爱无限，你的信实广大，你是配得我们的称颂，配得我们的赞美。主啊，每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以诚实和谦卑来敬拜你，让我们能够遇见你，能够享受你同在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们也祈求你常常鉴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若有任何的行事为人没有讨你的喜悦，我们祈求你原谅。我们也祈求你常常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让我们在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眷顾我们台湾，赐给我们有很好的行政团队，大家同心防疫，能够有效的来控制疫情，也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恢复正常的聚会及生活。但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失去了工作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政府有聪明有智慧，知道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复苏，减少人民失业所带来的冲击，也帮助我们明白逆境的当中，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困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的聚会
仰望你的手中，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会场中，透过诗歌赞美，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着益处。我们一同来念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那我们这时候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医治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你如同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末后的。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斗如光照耀，广阔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医治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一路中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末后的。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斗如光照耀，广阔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敬仰晨曦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你是起初的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。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斗如光照耀，广阔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，昔在今在永在，昔在今在，昔在今在永在，昔在今在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荣耀献给主。是的，主，你的荣耀，我们愿你降临在这里。主，你是那光明的主，照亮一切的黑暗。主，当我们有遇见困难、遇见试探的时候，主，你用你的光明照亮在我们前面，引导我们走你义的路。哈利路亚！让你的光现在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降临在我们中间。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。打开我们的心，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。
在这里彰显。在你光中，我的见光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。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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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圣洁大君王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杯的荣耀大君王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杯的荣耀大君王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杯的荣耀大君王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杯的荣耀大君王。你是配得那一切的荣耀，你是配的荣耀大君王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跟荣耀。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，每一天所经历的挑战、功课、为难，都在主耶稣你的邀请里面，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跟安息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让你们得到平安，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息。谢谢主为我们设立宝座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到主面前领受你所应许的喜乐平安。愿今天我们的敬拜得着你的喜悦，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也真实展现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感谢主，虽然在天气变化的中间，他仍然让我们能够按时到他面前来。特别是在过去这几个月，我们一起在关心整个的世界、整个环境，我们也不断为这个社区、为这个时代来祷告。尤其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得着的应许，也是盼望，就像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边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我们的主上帝给我们的意念是这样的一个意念，这是一种信心的领受。我们常常一次再一次的分享跟提醒，信心不是你把理性暂时放下，你把思考逻辑暂时不运用，然后就我相信一句话这样，不是。信心是一种你经过了理性的思考、逻辑的分析以后，一种超越性的交托。
一种超越性的交托。你已经完全能尽的都尽了，你做的计划都做了，应该走的路你都奔跑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不止这样，我所要领受的不止这样。虽然我现在遇到一个困境，遇到一个困难，但是上帝所答应的是平安的意念，还没有到，他在预备我。当那个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成就的时候，他在预备我，而不是在拖延时间。所以，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过程时，你会有所谓的信心的体验跟跳跃。所以我们说，信心是一种超越理性，是一种超越，而不是一种放开或不管理性的思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照着他所应许的平安，而且这种平安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为我们的国家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许许多多的专家告诉我们，现在看起来好像平静，但是我们都了解，连我们一般都了解，有一天当我们追上了所谓的2019新冠病毒的时候，它又要怎么突变呢？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们的盼望是抓住耶和华上帝所给我们的平安，是因为上帝讲的照准算啦。人所讲的是跟他暂时那点。我们所能够追求的是暂时一次性的疫苗，或者说一次性的一种药品出现。但是上帝说要让我们末后有指望，我们继续为我们自己，也为我们的国家，为全世界来的平安来祷告。所以在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了以弗所书第5章这段的经文，1节、2节，然后从开始要到第6节开始这一段，我们要请丽娟执事带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5章所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，作为蒙慈爱的儿女，你们该效法上帝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了，因这些事，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，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，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，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。凡被光所照明的，都显露出来，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。所以有话说：你这睡着的人，醒过来吧，要从死人中复活，基督要光照你的。我们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警醒。正道，我们今天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光明的子女。这段时间我们进行了一个叫防疫新生活。在前2个礼拜我们有提到，如果防疫新生活是我们到了一些地方去，上高铁、上捷运到室内，你记得戴口罩。如果我们说防疫的新生活指生活这个部分，我们跟人家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。这几个月我们真的比较没有看到人家握手了，比较少了哈，用手大家碰触一下。然后我们也知道，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呢，洗手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上礼拜我们在提到了，如果生活中间有这些动作，那么灵性生命的新生活，我们到底做什么？所以我们有提到捷径，灵性生活的一个捷径。我们提到口罩，告诉我们要少说话，尤其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些坐电梯的时候，我们不说话。那但是呢，灵性的生活告诉我们怎么样？应该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我们在说到保持距离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提醒，在灵性的生活中间，会知道尊重人，学习真正的尊重。上礼拜这几个小组里面，他们会分享这些的主题，就发觉票选最高的就是这样啊，戴口罩。提醒我们，不是口罩不要忘了，以外最重要的，我们一起来预备来，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，
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就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我常常跟教会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成为同工的、成为干部、成为辅导的说，很多的人在看我们，他们从我们身上在学习榜样，特别是主日学老师、少期的辅导、亲戚的辅导这些角色。他们不止在听你讲话，不止在看你做决定，还是你的一个习惯，都会成为他们 input 进去的资料。这是非常大的无形影响。所以我们要更随时注意到什么样的话语能够造就人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很习惯说一些自己察觉不到的，那就可惜了。因此我们在防疫新生活中间，还记得2个礼拜前吗？如果说防疫有一个新生活，那么灵性的防疫，灵性如何能够抵挡魔鬼撒旦他的攻击？我们那时候有说到一点，来做礼拜、参加聚会，带着自己的圣经，带着自己的圣经。这个呢，一方面在实质上，我们就不用拿到公用圣经。不过你可以放心礼拜天早上，我是自己拿着酒精把奉献袋跟所有的圣经甚至喷一下。听说不用擦，你就让它挥花掉就好了我们虽然是这样，仍然鼓励大家，你就趁着这段时间养成习惯，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你就带着自己的圣经，你可以翻看，你可以划线，可以做记号。这也是让我们能够随时找到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。不只是这个地方金句背下来，然后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得帮助的一个帮助者，这是好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配合今年爱家团契在看以弗所书，1个月有1章，如果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从年初开始就讲到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，它告诉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基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，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坐着为王掌权，与基督一同坐，不止一同坐，然后呢，我们行事为人会与所蒙的恩相称。行，这个时阵有这个款啦，这一条跟他亲像一个王同款，好像一个君王一样，有坐的样子，而不是瘫在那个地方有坐的样子，那表示怎么样？表示你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，坐着掌权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以后，坐着跟他一起坐，不止坐着，你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，你的行走，你的做事情，这个叫做行。做行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就像我现在站立的稳。所以以弗所书到最后穿什么东西？全副的军装，那个就是不止坐着像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做王，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，而且能够当撒旦攻击的时候，你能够站立的稳，你动会掉了，也攻击你，不会到处去攻击别人。但是呢，当不好的事情攻击过来的时候，你会站立的稳。属灵的军装在告诉我们这个部分，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非常重要的主题里面给我们基督徒生活。你时时刻刻记得自己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以后，坐着为王，行走与所蒙恩的恩典、所蒙的恩相称，然后在遇到挑战攻击的时候，你站立得住，站立得住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要出门，你就会记得要带一些东西了。就好，我们现在出门前，你有没有摸一摸手机带了没有？钱包带了没有？钥匙带了没有？水壶，我现在看到有些年轻人连雨伞都会带，我就佩服他我都会先看看，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，我才决定带雨伞。后来我看到年轻人带雨伞，我说你为什么带？他说都放在背包里面，就不会忘掉了。
所以雨伞啊、水杯啊、什么等等口罩，这个出门前都会记得带。在准备这个的时候，同工告诉我说：“牧师，你还少一样。”我说：“少哪一样？”他说：“长辈出门会看有没有带假牙这个出门前你什么要带钥匙、钱包啊、手机什么都要带了。你出门前会记得这个，免得走到摩托车旁边，摩托车钥匙没带啊。然后呢，走到要去上捷运的时候，哎呦，怎么今天又有卡忘了？就是出门前你要做这些预备。左下角是一个钥匙，听说这是日本长辈的钥匙，它不止钥匙要带，还有一件事情你都要先确定好：瓦斯关了没有？热水电热器关了没有？那几项就是在告诉他，你这些东西关了没有？关了以后，你再拿着钥匙出门。这几样。出门前生活中间有许多事情你要注意有没有做到，但是你的心灵、你灵性的生命预备好了没有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说的光明的儿女、光明的子女。因为我们是从上帝那边来的，就像创世纪所告诉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熟悉的经文来：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于是上帝就把光和暗分开。上帝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有一些老师把创造这件事情，你看到吗？他把1、2节跟3节以后分开来。他在说创造的时候，就在提到有一个新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创造有2个。其实创造就是开始嘛，开始就是新啊，能够跑出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创造。有一些老师从这个创世纪在提到这样，因为这个要回应什么事情？19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科学信仰，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是真的。所以在19世纪、20世纪初的时候，就已经算出耶稣基督降生在2000年前，对不对？大卫当王在3000年前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之前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在主前2000年的时候，再往前有上帝创造的时候，所以1000年如什么？如一日。好了，所以到了19世纪的时候，大家就非常的等待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是第6个千年的最后那100年了。当这个6日创造完，就要进入所谓的第7天，就是安息日，就是圣日，就是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新天新地。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，从19世纪以后到了20世纪初开始，许许多多的教会神学家跑出这种论述。1901年到2000年这100年是最后100年。这100年呢，我们会经历很多圣经所写的国要攻打国等等这些事情，灾难的出现，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了第7天，就第7天了，那个圣日，那个安息日要出现，所以我们在这100年要预备什么？那时候就开始往这个前推，就是推得很精准哦。上帝创造是在6000年前，连上帝创造时间都把它算得很清楚然后一天一天这样6天的创造，1天代表1000年。可是呢，也在20世纪开始，到了20年代、30年代，医学科学的一些发现以后，越来越发现，地球不止6000年地球不止6000年，经过了各种方式，人类到底是8000还1万？不要说人类了，单这个物质世界，让我们看到它算亿的啦。不只是6000年，也不是6000万年，竟然是算亿的。因此，在20世纪中产生很大，有一些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衰竭就用科学来证明圣经，发觉有问题，所以他就反过来说这个科学有问题了，不是圣经的解释问题，而是科学上算法有问题。那种用各种的一种
放射性啊等等来说，这个矿石已经5亿年，这已经几亿年，那个是错的，那种方式是错的哈。甚至那就被人家说到基督信仰是反科学、反理性。在20世纪的时候，初期、中期碰到很大这样的一个挑战跟纷争。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提这个。在那个时候就跑出了有一些老师说我们错了，因为创世纪第1章第1节、第2节以及第3节是分开的。我们在说6000年前是从第3节开始，然后之前几亿年是第1节、第2节，就跑出一个新科学解释圣经的方式。当然，这个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有一点点把上帝看小了哈，硬要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是对的。这是把上帝缩小了，把上帝看小了。上帝绝对超越这一切，所以那样的一个说法提醒我们，其实这个不是时间，这不是时间的意义，他在告诉上帝创造的权柄以及他生命存在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光，就是光。因此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次的创造，我们看到物质界被成立了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继续的所谓的新的创造，让生命有光。这个光就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界的光了，它要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说话，要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称为光明的子女的时候，我们会回过头来看到圣经好几个地方在说到上帝是光。包括约翰一书，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说上帝是爱，上帝是光，耶稣基督也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我们回到这个部分来哈，所以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，在中间偏左有一个地方我用红色写，是在亚洲的最左边有一个城市叫以弗所，他写给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。保罗对以弗所这个教会有特别深厚的同工经验栽培，所以他到最后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们，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。我们常说以弗所书是教会论，在论教会到底是什么哈，所以我们的背景是在这个地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。为什么要说光明的子女？刚刚要特别提到，上帝是光，上帝创造光，上帝将光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告诉我们，因为生命会结出果子，人呢，因着你的思想，因着你的行为，因着你的酝酿，然后有意无意间，你就产生了一些果子，显明在外，显明在外。一棵树一样，它得着光照，它会结果子。人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光照，在基督里会结出果子，显明在外。所以结果子是告诉我们，你有影响力，你会产生一些影响，不管那种影响是好的或不好的，这种影响会提醒人家。有时候意识得到的人，他就会得到帮助了。这个是光明的子女常常会在自己的生命中间学习这个功课。他盼望他所带出来的影响，在上帝的掌权中间，成为一个正面、一个积极的整合。所以这是光明的子女在领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态度。我们常常分享史怀哲这位先生的故事。他1965年安息的时候，刚好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我们在提到贝加运动，福音传到台湾来是1865，在1965 100周年，那时候我们在开始推动教会要增加1倍，信徒要增加1倍。那一年，史怀哲安息，在他自己的一个信仰告白里面，他常常说：“没有人能够真的了解我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常常有很多人写史怀哲的故事，你今天去看看，太多人在写史怀哲的故事。他最后说：“没有人了解我，除非在非洲跟我一起生活这些人。”哦，不是在德国，不是在欧洲、美国那些学者写出来的故事，不是，是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右边他那个诊所、医院
那个木头架子，然后药罐是这样的状况，左边是记者所拍摄的，一只他照顾的小猩猩，然后抱着一只小猫，他自己跟着非洲的原住民在那个地方，他常常用雅各书2章这段经文这么说：预备来，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他常常用这段经文来省察自己，来提醒自己。所以他38岁去非洲的时候是38岁，说起来已经不年轻了，一直到他90岁，一直到他90岁，50年的中间，在非洲，在那边行医，有一个兰巴伦，他说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兰巴伦，你们不一定要到非洲来，这是史怀哲。但是要分享他很重要的一个生命，就是他尊重生命的一个呼吁。他说尊重生命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没有医生，传染病太多，所以我来看他们这个病。尊重生命不只是在这个肉体的生命。引用14节说，尊重生命是你如何借着你的影响力，刚刚说光明的子女你会结出果子哦，然后你会让睡着的人醒过来。什么叫做让睡着的人醒过来？100多年前有很多的宣教师到亚洲到非洲去，同样是一个德国的宣教师100多年前到非洲去，那这些宣教师不止传福音，有时候很多就像马偕来台湾就跟放牛的小孩特别好，听过这个故事吧？他学台语是跟那个骑牛的囡仔跟他一起学台语的。拿巧克力跟他们换一句台语，这样开始来学，跟着这些小朋友。同样的，宣教师去各地去，常常跟着那个小朋友。一个宣教师到非洲，有一个4岁左右的小男孩，因为父母都不在了，他就把他收在旁边，跟着他，教他很多事情，玩具。100多年最好玩就是弹弓，一条橡皮带，然后夹起来就可以打很多东西。这个小孩子，非洲小孩，这个特别厉害。但是他有时候就会乱打玻璃，什么就会破掉。有一天，这个宣教师要出外，就特别交代他，这个东西不能碰啊，我在的时候才可以玩。可是宣教师一离开，小男孩又拿起来石头，打得很高兴。尤其打池塘的时候，打那个水漂，不小心打中了一只鹅，把那个鹅打死了。他赶快去把那只鹅抓起来，挖个洞把它盖起来，因为池塘上面好多鹅嘛，死掉一只，宣教师大概看不到。后来宣教师回来了，也没怎么样。这件事情被厨师看到了，一样是非洲原住民的一个厨师看到。那天开始，他要搬木材，就来，然后他就乖乖搬。洗碗过来，洗碗，砍柴。4岁的小男孩，不管厨师叫他做什么，他只好乖乖做。他不做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那只鹅埋在哪里啊？”他就。4岁的小男孩只好厨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非常的痛苦，非常难过。痛苦难过不在于做这些事情，是那件事情他不能讲。到有一天过了几个礼拜，有一天他哭哭啼啼的跟宣教师说：“我打死了一只鹅啊！你那天不在的时候，我用弹弓打死了一只鹅。”那个宣教师说：“这样啊？那后来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把它埋在那边，就带他去看。”他说很好，你还帮他埋起来了，很好以后不要再这样，拿弹弓要小心。他突然发觉，怎么事情这么简单呢？我早讲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我早讲就没事了，他醒过来了。耶稣基督让我们 U-turn， 让我们悔改，借着他的宝血，借着十字架，其实他让我们省察，就是在指这样的事情。睡着的人一直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敢讲，不能做，不能说，因为有一个撒旦不断的想办法要告诉你，你鹅埋在哪里呀？可是我放心，埋在那边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早就知道了。我醒过来，史怀哲在说的尊重生命是指这个，他不只是把医院盖好，所以他的孙女 Christine Anker。来过台湾好几次，也是一个医生，也是一个音乐家，还是美国那个茱莉亚学院毕业的。来过北医啦、阳明啊、高医、成大医学院、中医都请过他来过。在从2000年以后来过好几次。他说他的祖父有一句话提醒了他，
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病人所需要的不是医生，而是尊重与关怀。很多时候病人所需要的不是医生，而是尊重与关怀。所以他在台湾，你看看的这个记录，这个孙女史怀哲的孙女来到台湾跟我们分，她很惊讶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史怀哲之友会这么样的热络，而且被发动起来。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有史怀哲之友，大家都想学习这个。可来到台湾以后吓一跳，我阿公在恁家那，互恁安尼啊，遮尔啊，迄落看甲安尼吼。他年轻小时候，他阿公也带他去过非洲。1950年的时候，他出生的时候，他阿公也带他去。后来他爷爷过世哈。尊重生命是让你周遭的人的生命睡着的生命醒过来啊。尊重、关怀，在讲这个，我们是光明的子女，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照在周遭。这个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圣经公会，因为我们现在我在圣经公会有参与一个小角色，所以会比较注意圣经公会的事。这是在西班牙话哈，在马德里。我们的周报也有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来看。上帝的话，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醒过来，而且看到他对我们生命真正的一个意义。以弗所书5章10节，我们刚说的预备来，总要查验什么是主喜悦的事，不能够因为他的恩典，因为他的救恩预备好了，我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徒。总要查验，就是你意识到，你要常常意识到你自己生命的特质。我比较瘦，什么叫意识到呢？我比较瘦，所以我走路啊、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会尽量保持自然。你注意看我的自然哈。从侧面看，我就会注意到我的自然。但是我有一天意识到了，当我自然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点怎么样？驼背，有没有？我必须要意识到我要挺胸。当我意识到我必须挺胸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挺胸，我只不过站得比较直而已，就像这样。好，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挺胸，其实我已经很用力挺胸了嘞。但是你们看到，顶多比较直嘛，因为我本来就没胸部嘛，三个我吧，所以我才怎么挺胸就是直。我必须要意识，而这对我的健康是有好处的，对不对？有好处的，我必须要意识到，我必须挺胸。那挺胸起来，我就能够比较直，对我的脊椎是好。当我放自然的时候，我放自然就放轻松，我放我轻松，放自然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看破，对脊椎也不好。所以我感谢一些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分享到，我突然会看到有的人这样，突然我就知道我可能又放自然的，这就是意识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查验的意思在指这个啦，查验就是在指这个，你要常常去查验，不只是吾日三省吾身，而是意识到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光明的子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学习效法上帝，凭爱心来行事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礼物，你我的生命亲像是一个礼物，奉献给上帝。你所言所行所做的每件事情，像一个礼物，奉献在上帝面前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回去想一想，以弗所书我没有说到经文，下礼拜的爱家，如果你想要看经文的内容，下礼拜爱家你可以一起来参加。哪一节经文或哪一句有照亮你的心灵，成为光明的子女，是不是让你的生命醒过来，得自由、喜乐、盼望跟力量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耶稣，你到人世间来，借着你奇妙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醒过来，看到知道原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光明的子女。求主圣灵继续引导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你所预备光明的子女所结的果子，诚实、良善、公义，以便于成为别人的益处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这时候，让我们再一次站立在神的面前，用诗歌回应神的话。在黑暗里，全因你怜悯，显明你旨意，主赐我生命，恩典与真理。为神儿女，活出你心意，你的爱降临，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。君王尊贵羔羊，不惜代价全献上，我救主降临，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，进入你爱里，永恒的同在你。主，你是光明，照在黑暗里，全因你怜悯，显明你旨意，主赐我生命。真理，成为神儿女，活出你心意，你的爱降临，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。要君王尊贵羔羊，不惜代价全献上，我救主降临，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，进入你爱里，永恒的同在你，你的爱降临，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，荣耀君王尊贵羔羊，不惜代价全献上，我救主降临，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，进入你爱里，永恒的同在里。会众请坐下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奉献完，我们请牧师祝祷。
己，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要得着你，我已决定，我一生最爱是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引导保守我们，使我们羡慕光明子女的行事为人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谨慎行事，如同智慧的人，而且把握机会来明白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，常常以感恩赞美为祭献在主面前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你爱是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启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。让我为你而活，让我为你而站立，永不放弃。像你爱我，让我为你前进。我气息是